大家好，係高方婷同你睇天氣。今日時晴時雨都幾危局。下晝咧天氣酷熱，部分地區嘅最高氣溫升到上34度以上。而中午過後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。下晝嘅驟雨為部分地區帶嚟超過10毫米嘅雨量。其中荃灣同埋新界北部更加係錄到超過30毫米。天文台一度發出雷暴警告。而截至下晝5點鐘，天文台錄到嘅氣溫係介乎27.4到31.6度，並且係錄到6.7毫米嘅雨量記錄。而6點鐘嘅氣溫29度，相對濕度70%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預測。預測晚間同埋聽朝有幾陣雷暴，氣溫方面係介乎27到31度，吹微風。聽日轉吹和緩東風。展望隨後2-3日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而環保署預測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。而預測聽日最高嘅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其他城市睇下天氣預測。天氣講到呢度，拜拜。稍後